嚟到呢就係最新一輯嘅加點娛樂，今日呢就係5月7號，關注到呢就係韓國天團 BTS 防彈少年團將於今日同埋9號、10號喺墨西哥連開3場嘅演唱會，門票一開售嘅時候呢即被秒殺，掀發呢就係全城嘅狂熱。咁而喺演唱會正式開鑼之前啦，七子尋日呢就獲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親自接見，並喺總統府內呢進行咗大約40分鐘嘅會談，更加罕有現身呢就係國家嘅公羊台嘅，引發呢就係全場嘅轟動啊！BTS 七子啦，一邊呢就係向台下守候多時嘅粉絲呢就揮手致意，一邊呢就係流露出親民嘅笑容。為咗見偶像一面，大量粉絲就響國家公外嘅憲法廣場聚集朝聖。據呢一個媒體初步嘅估算啦，現場擠爆咗接近5萬嘅人潮，場面咧係極其震撼嘅。不少嘅粉絲啦就飛動應援棒啦同埋應援牌，尖叫聲不斷啊！墨西哥總統辛巴姆咧更加響社交平台公開同 BTS 成員嘅合照，並且展示啦收到成員親自送上嘅全新專輯，並且指出話非常開心啦，能夠迎接呢一群啦就係墨西哥年輕世代最愛嘅偶像啊！佢更加自爆響會談當中已經向7個人啦提出熱情嘅邀請，希望佢哋咧就係明年一定要再嚟啊！